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謝今日大家出席由香港普通話研習社主辦、知識共享協會協辦，並由 QEF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嘅評估練習文件自動互動化系列工作坊嘅第14場。我係 QEF 項目組嘅 Winter。首先，我哋熱烈歡迎線上近20位老師嘅參與，非常感謝各位喺百忙之中抽空參與今日嘅工作坊。本計劃旨在開發一套創新嘅評估練習文件轉換系統 QDCS。該系統能自動偵測題型，並將評估練習文件電子化。學生喺學習平台上輸入答案之後，系統會自動批改有標準答案嘅題目，並會提供輔助工具嚟批改開放式題目。同時，系統仲會自動收集數據並生成分析圖表，以幫助老師更好嘅去了解學生嘅學習情況。咁喺過去2年，我哋舉辦咗多場嘅工作坊，幫助老師熟習平台操作。今日呢一場會重點介紹計劃簡介同埋訂閱方法，以及作文批改功能。喺工作坊嘅最後，設有提問環節，老師可以開咪提問，或者直接喺聊天室留言，我哋會及時回覆大家。而家有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副總幹事葉妙玲女士為大家介紹我哋嘅項目。咁我哋而家有請葉女士，多謝。唔該晒 Winter。係咁而家分享下個界面俾大家。各位線上嘅老師，大家下午好。咁非常之感謝大家咧，今日喺星期五放學係仲抽空咧參加我哋 QEF 嘅電子學習配套計劃 QDCS 嘅線上工作坊。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大概有1個鐘左右嘅時間，由我咧葉老師同埋梁小姐咧就一齊同大家去介紹翻我哋呢個系統嘅。咁今日咧，我哋會側重點咧，會同大家介紹翻老師最關心嘅就係工作紙點係去即時去做批改之後咧，又可以幫老師咧去解決最頭痛嘅問題，就係長文問題，特別係作文嘅批改。咁我哋了解到咧，今日咧其實喺線上嘅老師入邊咧，會包括一啲小學啦，仲係有啲中學嘅老師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功能咧，其實係大家期望以內嘅一個功能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會有3個部分嘅。跟住咧，我哋一齊先嚟睇一睇咧，因為研習社咧，其實普通話研習社咧都係一個辦學團體。咁喺香港咧已經係差唔多50年啦。我哋下低咧都有一個小學嘅喺天水圍嗰邊嘅，係啦。咁所以喺平常入邊咧，我哋日常都會接觸到香港非常之多嘅小學同埋中學嘅，因為我哋會提供好多啲普通話嘅課程俾到老師。咁喺過程之中咧，我哋就發現咗老師咧其實有啲日常工作上一啲困擾嘅，而且我哋平時同佢哋溝通都發現咗老師第一個咧就係工作非常之繁忙啦，因為其實都幾辛苦下嘅，每一日都見到老師時間都好緊張。咁其中咧，我哋就會發現有一個點咧，就係老師嘅行政工作咧係佔用咗佢哋比較大嘅時間。我哋假設咧喺小學一個老師咧係教2個科目，咁2個科目咧，如果我哋一個班咧係25個學生嘅，咁每一日咧教2個班之後咧，咁我哋要批啲工作紙俾學生翻屋企去做啦。咁一張工作紙咧，我哋以10條題咁樣嚟計嘅。大家估一估咧，呢個老師咧一日2個科，跟住一個班25個人咧，一張工作紙係10條題咧，老師要批幾啦？係啦，咁其實咧，相當於老師係要有1000條題去批改嘅。唔計咧都唔知呢條數咁誇張嘅，咁但係佢要嘥老師2個半到3個鐘嘅時間嘅，而且係非常之多咧，依賴於老師咧係用人工去做一啲工作嘅。咁第二點咧，我哋就發現咧喺課堂入邊去搬一啲學生嘅課嘅時候咧，好多學生咧係今日老師教咗之後咧，因為啲工作紙翻到屋企做之後再交翻嚟，跟住等到老師批俾佢哋嘅時候，可能過咗幾日啦，或者有時候可能要更長嘅時間嘅。咁學生咧其實已經俾新嘅知識點已經覆蓋咗啦。咁攞翻工作紙之後咧，可能係冇辦法俾到佢哋即時喺做翻呢個自我調整嘅一個功能嘅。因為如果我哋有一個學生做咗之後，跟住即時可以批改，跟住佢即時睇到，誒點解呢條題我錯咗？咁啱啱老師講咗呢個點係我理解問題咧，仲有我讀題嘅問題咧，仲係點嘅問題咧？咁學生嘅自我改進同埋自主學習嘅能力咧，係會得到比較好嘅提高嘅。呢個係第一點我哋留意到嘅。咁第二點咧，就其實我哋發現好多老師咧做老師，其實都有自己一啲因材施教一啲夢想嘅。佢哋希望咧，我班入邊咧唔同嘅學生咧，我可以針對性去輔導翻俾
幫到佢哋嘅。但係實質咧，其實係比較難以去實施嘅，因為老師咧需要對學生嘅數據咧做長期一個追蹤同埋了解，而且去設計翻相關一啲工作紙俾到佢哋嘅。咁呢個咧其實都會佔用老師係非常之多嘅時間，所以老師一個差異化嘅教學咧，其實都係比較難以去實現嘅。咁第三點咧就係喺教學嘅數據分析方面咧，以前有老師同我講話，我有一次咧係做一個數據嘅分析，咁我就把所有工作紙攞出嚟，跟住打開一個 Excel 表，跟住逐條題咧係錄入數據之後咧，再去根據一個 Excel 表去做分析咧，其實佔用咗好多嘅時間，而且一望咧可能今次做咗，下一次又唔一定去做。特別係中學咧，有好多學生咧，其實已經係需要去到選科嘅。咁唔同科目咧，個學生嘅長處喺邊度？弱點喺邊度？應該點去發揮學生嘅優勢咧？去做一啲相關嘅一個長遠嘅發展同埋教學一啲調整咧。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喺過往紙質工作紙嘅過程之中，而且喺 AI 技術以前冇咁發達嘅情況下咧，其實係比較難以去滿足到我哋好多學校老師嘅需求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唔同啦，因為大家知道翻咧呢幾年咧呢兩年咧 AI 發展係非常之快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會帶嚟同大家介紹翻 AI 係點去幫到我哋老師慳翻一個日常嘅工作嘅評估時間，80%嘅時間你都可以幫老師去慳翻，我哋都可以幫老師去慳翻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老師嘅教學創新嘅夢想咧係變得好簡單嘅。咁我哋一齊先嚟一睇條片先啦。提起功課，老師會諗起咩呢？係改功課嘅疲累，追欠交功課嘅壓力，定係趕學習進度嘅擔憂？功課或者可以唔再一樣，令批改功課變輕鬆，重回教學初心。由香港普通話研習社主辦，知識共享協會協辦，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嘅，運用創新科技將評估練習文件互動化、自動化收集學習數據及產生分析計劃，以創新科技推動電子練習，實踐教學夢想。計劃旨在開發一套評估練習文件轉換系統 QDCS Question Document Conversion System， 適用於中小學各個科目，只需匯入工作紙 ，AI 能即時辨識多種題型，自動轉換為互動電子工作紙，實現即時批改同成績分析。功能簡介： 1. 工作紙一鍵電子化，老師只需上傳 Word 或 PDF 文件內容，一鍵 AI 電子化，生成多媒體電子練習。老師仲可為電子練習加入圖片、音檔及設定題目為錄音題或拍攝題，增加學習趣味。系統亦有各種學生輔助功能，多媒體影音工具，可照顧個別學生學習差異。輔助功能可以支援多元學習需要。同學提交答案後，可即時看到作答結果，激發自我修正意願。2. AI 批改生成評語，系統會即時批改工作紙答案，開放式題目如長答題，則可交由 AI 系統作批改，即時生成評語及分數。老師亦可以為答題作手動批改，隨時加入評語、錄音或貼紙，令學生更易理解評語或錯處。AI 評分及手動評分功能有助老師減少課業批改時間，更專注教與學工作。3. 收集學習數據，分析表現。學生提交電子練習後，系統會即時收集數據，分析答題表現，提供整體班別或學生個人成績分析。
圖表數據清晰，有助老師針對學生強弱項，制定長遠個人化學習策略。本計劃至今已舉行超過10場工作坊，多於160間學校參與，超過900位教育工作者親身體驗 QDCS 系統，都得到業界嘅一致好評。用戶回饋。用咗 QDCS 系統咧，老師就可以花更多嘅心力咧去觀察學生嘅學習嘅情況，提供適時嘅支援。學生嘅課堂參與度都提升咗，自主學習嘅能力都提升咗。QDCS 系統俾老師可以設計學生嘅答題題目，透過 AI 嘅匯入就可以自動生成電子練習，支援個別學習需要嘅學生，學生就可以將重心放喺學科嘅層面裏面，喺課堂裏面更加可以完成更多嘅練習題，提升學習嘅自信心。運用創新科技將評估練習文件互動化、自動化收集學習數據及產生分析計劃 QDCS， 幫助老師輕鬆將工作紙電子化。多媒體工作紙及輔助工具有助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AI 批改功能大幅減少老師批改課頁時間，所收集嘅數據亦有助制定學習方向同策略，全面提升學與教效率。系統更可與電子學習平台 Rainbow One 連結使用，進一步強化教學功能。我哋而家可以為各位提供1個月免費體驗。如果想了解詳情、申請試用或了解訂閱價格，即刻掃 QR code 留低你嘅聯絡資料，會有專人聯絡。好，咁提起我哋各位老師咧，啱啱睇咗呢條片嘅。咁其實咧，我哋呢條片就係重點介紹翻 QDCS 呢個 AI 化電子工作紙嘅平台嘅主要嘅功能，而且係點去幫到老師同埋學生去解決佢哋切身嘅問題嘅。咁我哋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咧，因為呢個係優質教育基金電子配套學習計劃其中一個項目嘅。咁我哋咧係今年6月30號咧係首批通過審核嘅3個項目其中之一嘅。咁喺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當其時咧其實就已經係同優質教育基金咧係提出咗呢個解決方案嘅。咁當時咧其實 AI 未到今時今日咁發達嘅，所以當時我哋定嘅目標咧就係第一個咧就係用 AI 去做識別工作紙啦。咁識別咗工作紙變成電子化之後咧，我哋係希望嗰個工作紙咧係可以互動化。互動化係咩意思咧？就係嗰種紙質工作紙變成可以編輯嘅電子工作紙之後咧，老師係可以即時批俾唔同嘅學生去做作答嘅，無論係喺課堂入邊咧，仲係翻到屋企嘅。係啦，咁喺我哋咧喺發展呢個互動電子化嘅過程之中咧，我哋啱啱好咧就遇到 AI 科技嘅快速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調用咗呢筆基金入邊嘅一部分嘅金額咧，調整到去做翻呢個 AI 輔助批改嘅。咁當時 AI 輔助批改咧，其實我哋咧係有考慮到咧，就係帶有標準答案嘅題目嘅。咁大家知道翻咧，類似於問答題啦、是非題啦、選擇題呢啲標準答案嘅。咁 AI 去識別咧，去做批改咧，其實係比較現實嘅，而且係比較準確率係比較高嘅。咁但係咧，從舊年咧年底到今年咧，我哋都係喺學校做咗好多嘅試用同埋線上線下嘅工作坊嘅。咁都係發現咗咧，就係老師非常之同點嘅一個地方咧，就係批改作文咧係花咗好多嘅時間。咁佢哋都希望我哋喺 AI 輔助批改方面可以去批改翻長問答題同埋一啲作文題嘅。係啦，咁所以基於呢個點咧，我哋個系統咧就喺今年咧就 update 咗我哋嘅 AI 批改嘅作文嘅功能嘅，就係長問答題其中一種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嘅系統咧，其實係繼續優化緊咧，就係我哋嘅 OCR 識別嘅功能嘅。係啦，咁就係期望大家同我哋一齊咧係用翻呢個系統之後咧，我哋期望都有更好嘅功能可以幫到學校老師嘅。咁佢做呢個點咧，第3點咧就係我哋會幫老師去自動化收集翻，無論係學生個人咧，仲係班級，仲係年級或者學生跨年度唔同科目、跨學科之間嘅一啲數據分析嘅。咁喺數據分析咗之後咧，佢可以反推老師利用呢啲數據咧去指導翻學生嘅一啲學習啦，
或者喺教學方面咧做一啲調整或者創新，或者喺測試嘅題目入邊咧可以生成新嘅一啲題目庫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當其時系統嘅一個目標嘅，所以系統嘅3大功能咧就係 AI 識別工作紙之後咧自動批改題目，跟住咧做數據分析。咁今日我哋會側重點做批改呢個功能嘅介紹嘅。好，咁我哋老師可能會比較關心咧，咁呢個系統聽起身好似都幾幫到我哋手嘅。咁啱邊啲人用咧？咁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小學嘅老師同埋學生啦。咁其次咧就係我哋中1到中3嘅，其實咧只要你嘅題型係啱嘅，咁其實都係 OK 嘅。填充題咧、選擇題、是非題、問答題，包括短答同埋長答題嘅。咁我哋普通話研習社咧唔單單係普通話科啦，咁呢個系統咧係喺咁多嘅電子系統入邊咧，其實係跨學科，而且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一個系統嘅。咁所以包括咧係中文科、英文科、普通話科、科學科、人文科呢啲係小學嘅。咁如果係中學嚟講咧，就係我哋數理科就唔支援嘅。但係咧，比如話中史啦，咁公民與社會科學啊，或者係其他啲中英普通話其他啲課咧，其實都係支援到嘅。咁所以最主要係以題型為準嘅，係啦。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啲試用學校嘅，咁搞咗係有12場嘅試用活動同埋試用嘅過程。咁所以咧，我哋呢個系統而家係延伸咗咧，就可以喺過程之中咧喺題目入邊加翻啲影像題，呢個係自責工作紙係冇嘅，加埋一啲錄音題。咁學生可以根據呢個影像題同埋錄音題呢啲相關嘅功能去作答，而且更加形象去理解到老師想俾佢哋了解到嘅一啲知識點嘅。係啦，咁當然咧喺呢個過程之中，除咗小學、中學之後咧，呢個系統都非常之受我哋特殊學校嘅歡迎嘅，因為特殊學校嘅學生咧，其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困難嘅。咁呢個系統咧可以做好多嘅一啲慳翻嘅時間，除此之外都可以做翻學生好多啲數據分析嘅。係啦，咁呢度我就唔側重點講太多，我哋一齊嚟望一望咧，呢個系統講到而家咧，究竟係有冇用過咧？咁個叫做適應性同埋穩定性點樣咧？其實系統唔係今年先出嚟嘅，係2年前咧，其實我哋已經係有全港有5間試用學校同我哋深度一齊去開發同埋優化翻我哋呢個系統嘅。咁所以過去2年咧，我哋一齊搞咗9場嘅活動，喺呢個數據係直至今年嘅4月份嘅。咁所以咧，呢5間學校入邊咧有80幾位老師，1000幾個學生咧係深度參與到呢個過程嘅。咁當然咧，我哋喺過去嘅2年咧，直至今年嘅4月份咧，我哋都係有坊間有160幾間學校，超過900位人士咧，教育界人士咧，同埋同工都參加到我哋呢個工作坊嘅。咁所以咧，我哋收集咗3620個問卷，166條關於系統好嘅建議同埋優化啲功能咧，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先形成咗我哋而家個系統。咁所以咧，可以支援到嘅幾大功能咧，第一個咧就可以幫到老師喺教學嘅流程過程之中咧，無論你係學生個人嘅自主探索，或者係小組嘅一個協助去做一啲小組活動咧，其實呢啲場景咧都係可以喺呢個系統喺度用到。特別我哋去功課咧，就發現好多啲無論係人文科啦，仲係常識科學科嘅老師非常之中意用呢個系統去過程之中去做教學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個場景咧係比較多嘅。如果我哋老師喺課堂入邊講完個知識點之後咧，仲剩低5到10分鐘，咁我可唔可以把啲題目咧即時俾到學生去做一啲測驗評估咧？咁隨同嘅評估測驗都係 OK 嘅。或者咧，我可以生成一啲工作紙咧，俾到某一啲學生咧做一啲學習建議，俾到佢哋翻屋企去做，咁都 OK 嘅。而且咧可以做一啲作業嘅智能批注俾到唔同嘅學生嘅。咁其次咧，而家因為我哋個系統咧喺今年嘅6月30號已經開始去使用，咁目前咧香港會有幾十間嘅小學同埋中學咧已經係第一批享用緊我哋呢個系統嘅。咁所以咧有啲學校用得多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可以把佢哋嘅校本資源庫咧整合成一個就係題目庫嘅。咁呢個題目庫咧又可以生成新嘅一啲題庫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好嘅電子學習資源庫，幫到老師同埋學生嘅。係啦。咁呢個系統嘅4大優勢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即時可以做到回饋，對於學生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學生答完之後咧 ，AI 你上傳咗之後 ，AI 大概1到2分鐘咧就批舉咗之後咧，就會俾到一個結果俾到學生同埋老師嘅。咁呢個印象咧就會比較深刻。學生咧喺過程之中就會即時去做自我嘅修正，或者喺課堂入邊去問翻老師，呢啲題目係點樣一回事嘅。好。
咁第二點咧，對於老師嚟講嘅好處咧，就係老師嘅教學可以更加嘅精準，因為數據可以驅動我哋嘅教學嘅調整咧，可以睇翻學生喺啲知識點或者學習重點入邊啲錯題啦、弱點啦，同埋答得啱同唔啱係點樣樣嘅。咁比如前日咧，我去一間小學，咁老師就同我講話，我哋咧就好快速就可以掌握到學生嘅情況嘅。咁呢個咧就好幫到我哋。係啦，咁第三點咧，我哋學生咧而家其實都遇到一啲。特別係低年級嘅學生或者有啲 SEN 嘅學生咧，會有啲閱讀嘅障礙嘅。咁我哋咧其實係個系統咧係加多咗就係語音朗讀嘅。譬如呢條題目咧，你可以撳下語音朗讀咧，可以選擇係中文啦，或者普通話或者係英文科都可以用英文讀出嚟。咁學生咧就可以更好去理解，之後咧喺多感官嘅學習嘅支援嘅情況下咧，去幫到佢哋掃清一啲學習嘅障礙。咁佢就會唔驚做啲功課嘅。咁第四點咧，就係我哋通過數據嘅驅動，呢個都係香港教育局電子學習配套計劃其中好重要嘅一個數字化轉型，希望數據去驅動翻我哋，無論係學生啦，同埋老師咧喺教學方面咧，特別係學生嘅自主學習能力，特別係 AI 呢個情況下咧，學生嘅自主學習能力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而且每一個學生嘅整體情況咧，其實唔一樣嘅，咁我哋可以有針對性啲。好。咁跟住咧，我哋呢個系統大概了解之後咧，就簡單介紹一下咧，我哋3個功能嘅。咁我哋首先可以睇到咧，就學校呢啲工作紙咧，已經係有 Word 或者 PDF 文檔嘅，咁可以轉換成工作紙呢個格式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 upload 翻我哋嘅系統。收彈咧就梁小姐會帶大家去試一試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自動批改啦，咁而且咧老師可以選擇係用 AI 根據你個標準咧去生成一啲評語嘅，而且咧呢個老師就唔需要話逐個去寫嘅，係啦。咁整體嚟講咧，生成呢啲數據分析同埋會比紙質工作紙咧係更加有趣味啲啦，而且更加多元化，因為你唔單單係睇到文字嘅，可能聲音都可以聽到，或者圖片啦，各方面都係比較多元化啲嘅，係啦。咁我哋3大功能咧就簡單講下，第一個咧就係轉換咗教材之後咧就可以作答同埋批改同埋數據分析。咁個流程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就係上傳個 Word 之後咧編輯加入題目之後咧就可以派俾學生作答。咁學生提交咗之後咧就可以形成數據分析。所以第一步就係電子化，第二步咧就係互動化，第三步咧就係自動化，係啦。咁我哋簡單睇少少咧，就係呢個過程之中咧，工作紙咧係可以用 AI 人工智能去識別翻呢啲工作紙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係用 GPT-4o 同埋其他好多啲 AI 嘅模型咧，係唔同模塊去使用到嘅。咁所以用支援嘅咧就係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問答題同埋長答題嘅，係啦，短答同埋長答嘅。咁可以加入啲影相題啦、錄音咁加埋咧，最主要咧，老師可以喺題目入邊咧去選擇咧，可以匹配翻學習重點。咁後邊嘅數據分析咧，就可以根據學習重點同學生嘅答題嘅情況咧，去做啲更加深入嘅分析嘅。咁當然我哋個系統喺成個使用過程之中咧，都係加多咗更多一啲題型嘅，比如話多項嘅選擇題啦、多項嘅填充題啦，或者問答題嘅時候咧，短答題可以按關鍵字模式去做批改，或者係一定要完全一致，每一個字都要100%一樣先可以攞到呢個滿分。或者咧，我係開放式嘅問題，我就想俾學生咧更加批判式嘅去了解呢個問題，冇太多嘅限制咧，咁你都可以去選擇翻嘅，係啦。好。咁呢個批改嚟講咧，就係其實我哋分為標準答案嘅題目同埋非標準答案嘅題目嘅。咁標準答案咧，我哋啱先已經係講過，我就唔重複講啦，就係即時 AI 就可以批改出結果嘅。咁但係咧，對於問答題，特別係長答題咧，咁呢個咧其實老師就可以根據每一個科嘅要求咧，同埋學習嘅重點或者係我哋坊間一啲大嘅考試嘅要求咧，去設定翻評分嘅標準嘅，加埋咧你可以設定翻評語咧係幾長啦，要用咩語言啦，同咩維度去俾到學生去了解翻佢自己答得啱唔啱嘅，係啦。咁呢個咧可以幫老師慳翻大量嘅批改時間。我哋喺實踐嘅過程之中咧，老師會同我哋講翻咧，第一個就係工作紙咧生成咧效率係高咗，第二個咧就係批改可以慳翻最少80%嘅時間啦。咁我哋以3個鐘嚟講咧，其實慳翻2個半鐘，其實都好重要。咁老師就可以花啲時間咧去更多喺學生本身或者係其他佢哋更加重要嘅工作上嘅，係啦。咁當然我哋呢個系統咧喺批改嘅過程之中咧，都俾到老師更加人性化一啲工具嘅。譬如話咧，我哋可以喺
AI 批改完之後咧，老師可以俾啲貼紙啦，或者老師可以錄一個少少嘅語音咧，鼓勵下學生，或者老師可以繼續用電子筆，因為打勾勾呢樣嘢咧已經好多年啦，10幾年啦，咁我都有需要繼續去打呢樣嘢，其實都冇問題嘅。或者咧，老師覺得 AI 嘅評分咧，可能係更加有少少嚴格，或者係比較鬆咧，我想調整翻呢個評分得唔得 ？OK， 冇問題嘅，老師可以選擇最終去調整翻俾到學生嘅演示嘅分數嘅，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係同有嘅。咁所以咧，我哋一齊望一望咧，就係點去制定 AI 嘅評分標準啦。咁我哋咧，其實比如話呢度咧，大家可以睇到右手邊綠色呢個地方咧，就係作文題嘅。咁呢份題目咧，總分係100分嘅，難度咧係低嘅。咁係一個實用文或者係非實用文，係中文科嘅。咁 AI 嘅標準咧係評分標準係包括乜嘢咧？比如話內容表達咧係要達到1、2、3、4點樣先可以得到咩分嘅，係啦。咁呢個評分標準老師可以輸入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格式結構係點樣，跟住咧文句通順同埋呢個詞語運用咧分別係點嘅情況下咧可以得到幾多嘅比例嘅分數咧？老師都可以根據呢個實際情況去做一個評分標準嘅編輯嘅。咁英文科都係一樣啦，呢度就唔重複講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 AI 批改個界面就係咁樣嘅，係啦。咁具體嘅嘢咧，大家俾少少時間耐性等等，梁小姐會帶所有老師去試一次嘅，我呢度就唔講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咧，呢個題目出咗嚟，右手邊就係 AI 嘅評分同埋一啲評語嘅。咁字眼有啲細，我哋留翻一齊去體驗。好，咁少少時間咧嚟到第3個核心嘅功能都提一提嘅，因為我哋希望通過數據嘅驅動翻我哋嘅教學調整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可以通過呢個系統咧係適時去掌握學生嘅唔同情況嘅，無論係佢呢條題型咧係平均得分係點樣樣啦，或者咧學生嘅掌握情況啦，或者咧一啲學習重點咧學生嘅比例係點樣樣啦，成績嘅分佈係點樣啊，題目咧嘅表現係點樣咧？唔同嘅數據都會有嘅，今日跨學科、跨年度嘅唔同一個結果咧，都係可以睇到嘅。咁今日咧，我哋等等咧，如果有興趣嘅老師咧，可以喺我哋嘅工作坊結束之後咧，揾翻我哋工作人員開一個試用賬戶去睇睇。係，咁呢個大概嘅功能了解翻之後咧，可能老師就話：咁如果我哋有興趣去使用翻呢個系統咧，咁需唔需要錢啦？係咪需要去 call 價咧？咁同大家講翻咧，如果係在座各位老師係嚟自香港本地嘅公統資助中小學嘅983間其中之一咧，其實係唔需要錢嘅，因為呢個咧係優質教育基金下低一個電子學習配套計劃嘅。咁呢個優質教育基金關於數字化教育轉型咧，當時係撥咗25個億嘅。咁其中咧，除咗 BOY 呢啲硬件嘅 iPad 之外咧，其實仲有另外5億咧係放喺呢22個項目。咁我哋係第一批嘅其中嘅項目之一嘅，咁係唯一一個跨學科嘅喺第一批入邊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咧，大家如果係要訂購咧，係屬於公統資助學校咧，咁就可以直接去享用翻呢個項目嘅成果咧，係3年嘅。咁喺邊度訂咧？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咧，我哋教育性嘅 eLab 嘅呢個平台嘅，係咁呢個。核心嘅目的咧就好簡單啦，就希望咧商界或者業界入邊好多啲 AI 嘅科技咧，係可以同我哋唔同嘅小學、中學啦，或者大專學校咧去做一啲深度嘅合作，跟住咧去發展翻我哋香港本地嘅教育學嘅呢個學習配套計劃，跟住咧提升我哋嘅教學效率啦，或者我哋嘅數據驅動。咁如果係公統資助學校之外咧，每一次工作坊我哋都會有啲個人啦，或者一啲其他機構咧都會感興趣嘅。咁有冇機會去用翻呢個系統咧？其實都會有嘅。比如我哋近期咧都會有啲香港本地嘅連鎖嘅補習機構咧，咁都會揾翻我哋去買翻呢個系統嘅。係啦，咁每間學校咧，我哋先睇一睇咧，因為呢個項目係持續幾年嘅，咁所以咧第一階段咧就相當於今年25、26學年同埋26、27學年咧，每一間學校咧都會得到優質教育基金嘅贊助金額嘅，係啦，咁所以學校咧係唔需要同以往咁樣去 call 價嘅。我哋大家嚟睇一睇咧，係根據學校今年俾批到嘅班數，比如話咧，我哋上一次去㗎呢間學校咧，佢哋就係有30個班嘅，咁30個班咧就係贊助25萬嘅，咁24個班19到24個班咧就20萬，18個班或者以下咧就15萬嘅，咁31個班以上嘅學校比較大啲咧就有30萬嘅，咁呢筆錢咧
你唔用咧就會到時俾收分嘅，係啦。咁所以咧呢2年咧呢15到30萬咧，每一個學校點去用咧，其實就係老師多用咗呢啲系統之後覺得 OK，其實就去請學校嘅校長去審批啦，係啦。咁訂閱嘅講咧，我哋大家可以睇一睇係點去訂閱咧。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呢3個部分嘅人士都可以訂嘅，公統資助學校、其他嘅學校同埋公眾人士都可以訂，呢度就唔重複啦。咁我哋睇一睇咧，我訂閱呢個系統咧係有咩功能嘅。首先第一點咧，我哋個版本咧其實係分為基本版同埋優進版嘅。咁我哋第一批使用嘅呢個學校咧，幾十間學校咧，其實都係除咗有一間特殊學校咧係訂咗基本版之外咧，所有其他學校都係揀咗我哋嘅優進版。咁呢個系統入邊咧，其實大家除咗我哋電子練習嘅管理啦，跟住轉換工作紙 AI 識別題目，跟住學習重點嘅管理或者電子批發啦，或者批改啦，同埋長文特老師嘅手動評分、成績嘅匯總同埋數據分析呢啲 QT 嘅格式嘅匯出啦，工作紙到時可以匯出出嚟呢個功能之外咧，優進版咧多咗2個功能。第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咧就係 AI 可以幫我哋去批啲長文答題，比如話啲作文咧係有幾百字嘅作文咧，你都可以直接用 AI 去批改同埋去做評分嘅。咁第二點咧就係老師可以把長文答題或者短文答題嘅成績顯示咧係選擇 AI 幫我哋批嘅結果，或者老師調整之後嘅評分嘅結果都係 OK 嘅。咁呢個就係選擇權喺老師之中。嗱，咁我哋訂校嘅時候咧，其實訂閱嘅時候咧，學校係靈活性係比較高嘅，因為我哋會學校唔同嘅規模，係啦，因為有啲學校咧諗住我想成個學校咧1到6年級都全部用咁啊冇問題，有啲學校咧我可唔可以咧幾個科目跟住咧先用住先都 OK 嘅，咁所以咧我哋會有基本版嘅半年1年或者優進版嘅半年同埋1年嘅，咁唔同班數咧個價錢咧就大家可以 check 一 check。教育城入邊咧呢個電子學習配套計劃有個專門嘅界面嘅，係啦，咁所以咧呢度要睇一睇咧，因為好多學校咧喺6月30號當時咧係好忙嘅，因為當時我哋喺政府總部由徐局長同埋 QEF 嘅領導咧同我哋一齊去發布咗呢個項目嘅，咁所以咧嗰段時間比較忙嘅時候，有啲學校已經 miss 咗啲信息，咁睇一睇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翻學校咧用學校嘅 School Bio 就係學校嘅採購員仲會登入咗之後咧去訂購嘅。係啦，咁到時咧係通過教育城嘅 Connect 呢個 Single Sign-On 咧就可以去使用翻連結翻每個學生同埋老師嘅賬戶嘅。咁呢度我就唔詳細講啦，有興趣嘅老師咧可以到時同我哋聯繫翻，我哋會做 support 嘅。咁其實訂閱咧都係好簡單嘅，就係學校提交網上嘅申請啦。咁嗰個申請咧唔需要好長時間，10分鐘左右可以解決嘅，因為我哋都優質教育基金希望慳翻老師啲行政工作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寫完呢個申請之後咧，就把佢 download 出嚟咧，打印俾校長簽字之後咧，再上傳。咁其他咧就係教育城同埋服務機構咧會評估學校咧接唔接納呢個申請啦。咁如果接納咗之後咧 OK 啦，咁就相當於我哋咧可以就係學校就可以更新翻你哋啲學生資料。咁我哋就 request data 從呢個學校，咁我哋讀取到呢個相關嘅賬戶信息之後咧，就幫佢大家匹配每一個學生、每一個老師都會有一個賬戶去登錄翻呢個系統。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好簡單嘅，所以學校老師只需要做2步，一個就係提交申請簽字，第二部分咧就係更新學生嘅數據，咁其他留翻我哋嚟做嘅，係啦。咁有幾個關鍵嘅時間點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嘅，因為第一批嘅申請咧已經係過咗啦，就喺今年嘅9月30號之前咧，6月30到9月30號之間咧，就已經係第一批學校咧已經係同我哋用緊啦。咁如果係有興趣你未定嘅學校咧，仲有冇機會有嘅？係今年12月份左右咧，就應該可以開放俾到學校去申請翻下半年嘅使用。咁下半年嘅正式使用咧，應該係2月1號開始嘅，係啦。咁呢度同大家提前打聲招呼，係啦。咁我哋咧定咗系統之後咧，其實因為學校老師都比較多啦，咁平時都比較忙，一個新嘅系統咧，我哋都會幫到老師咧去更好嘅快速去理解嘅。咁所以咧，學校揀定咗自己嘅呢個訂閱嘅套餐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安排專門嘅售後服務嘅同事咧，會幫老師去學校約翻個
導後嘅工作坊。咁呢個導後工作坊咧就會大概1個半鐘左右咧，係老師帶住電腦同我哋咧一步一步去做翻呢個過程點去用。咁學生點用啦，咁老師點去用啦，咁有冇邊啲場景咧係更好嘅，咁就幫老師係冇障礙去使用嘅。咁第二個咧，我哋都會有專門嘅群組咧喺學校使用過程之中咧，隨時提供一啲相關嘅支援服務嘅。咁第三點咧，其實我哋有個專門嘅網址嘅，咁入邊咧有所有嘅功能模塊嘅視頻同埋操作使用手冊嘅，係啦。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可以 download 翻呢個官網3個W SPYQDCS.com， 跟住咧使用說明啦同埋視頻咧，我哋全部都有。咁呢邊咧都有一個 QR code 嘅WhatsApp 嘅，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掃一掃，跟住加翻我哋咧進一步去了解。好。咁價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咧，一個學生其實都係1年落咗嚟都係得幾十蚊嘅嚇。比有間學校老師同我講咁比我哋去打印啲工作紙仲平啲，收翻啲學生都平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咧，如果係學校咧係24個班嘅，咁你訂優進班咧就係43,200嘅。咁如果學校咧係18個班咧就32,400，25個班以上咧就係48000，最高咧係48000。咁所以咧，如果用2年啦，咁可能都係得幾萬蚊啫，係啦。咁所以呢個咧係同大家講聲嘅，係啦。咁我哋咧其實除咗系統本身嘅基本功能之外咧，我哋今年訂閱嘅學校咧，我哋都係額外贈送咗3個本身原來我哋 QF 呢個項目冇嘅，但係我哋額外做咗投資咗，跟住去研發出嚟嘅功能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幫學校咧俾一個題目庫 Question Bank 呢個系統嘅。咁所以咧學校喺使用過程之中咧，會將題目咧係自動儲存喺你哋本校嘅題目庫入邊嘅。咁我哋通過數據去分析到學生嘅表現，包括呢個題型嘅難易程度，對於學生嚟講咧啱唔啱之後咧，老師可以設定一啲條件咧，去令到咧生成新嘅練習渠道俾到唔同嘅學生嘅。咁第二點咧就係我哋都希望老師咧可以有更好嘅一啲方式或者工具咧，去鼓勵翻學生去做更多一啲自主學習同埋提升嘅。咁所以成個系統入邊咧，我哋咧都開發咗一啲獎賞嘅星星啦、貼紙啦、唔同嘅嘢咧，咁俾到我哋嘅老師去使用。咁第三個咧就我哋去訓練 AI 咧，根據我哋嘅需要咧去 generate 出新嘅一啲電子練習嘅，係啦。咁所以咧呢度有興趣都可以私底下同我哋去溝通嘅。咁簡單嚟講一講咧，老師可能比較關心嘅一啲問題，好唔好？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合資格嘅學校咧，咁係唔係需要額外申請咧先可以做嘅？唔使，呢啲錢咧係直接你係用教育性嘅學校嘅採購員賬戶咧，一登錄入咗去之後咧，就知道翻你入邊已經係有嗰啲 coupon 啦，咁有幾多錢咧就喺入邊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比較簡單啲嘅。咁第二個咧就我哋優質教育基金呢個贊助啲錢咧，可唔可以訂購計劃以外一啲其他嘅電子教學咧？就唔得，只能係訂呢啲計劃入邊嘅其中一啲項目嘅，係啦。咁我呢個部分咧就大概講到呢度，跟住咧我哋把時間交俾我哋嘅梁小姐。好，咁我都 share screen 先，係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喺個聊天室嗰度咧，而家會 post 個嗰個試用嘅網站出嚟啦，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嘅。係啦，就係呢一個啦。咁呢一個係純試用嘅啫，就唔係正式嗰個網站嚟嘅。咁大家應該之前都收到你哋有一個嗰啲 email 或者係 WhatsApp 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哋都可以睇翻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ID 同 password。咁你哋可以登入翻嘅。咁就會係一個學生嘅 account 嚟嘅。我哋一陣間可以睇一睇一啲轉化咗嘅工作紙大概係咩樣，咁俾大家望下啦。好，咁就我離開呢個畫面先，係啦，要個網址嘅就去翻聊天室嗰度睇啦。咁首先咧，今日咧我哋其實都時間都唔算好多啦，咁我都係咧主要快速咁樣咧講一講我哋最常用嘅嗰五個步驟嘅啫。咁就會係上傳工作紙啦，即係做一個電子嘅轉化啦。跟住你轉化咗之後咧，就喺入邊可以再編輯嘅。之後咧第三步就係分享俾學生。咁當然分享咗學生就要做噶啦。咁學生做嘅時候咧，其實同時間個系統就收集咗啲數據噶啦。攞咗啲數據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到第5步啦。咁就睇成績表嘅。好，事不宜遲，咁我哋就轉過去咧呢一個嘅 login page 咁樣睇下啦。咁如果大家成功 login 咗嘅話咧，應該係會見到你就唔係見到呢個 page 嘅，係啦，因為你哋係學生嚟嘅。咁老師咧，你會見到係多啲嘅功能嘅。咁主要今日咧，可能就會講下我哋由上傳去到修改，再去到派功課嘅呢幾步啦。
咁首先咧喺工作間嗰度咧，咁我哋已經係有咗即係可以自己喺度加好多唔同嘅 folder 啦，可以做一個 AI 嘅辨識工作紙啦咁樣樣。咁我哋今日呢一個辨識工作紙咧，就唔使喺大家喺度即場做啦，就大概 demo 一 demo 俾大家睇嘅啫。咁嚟我揀咗一個 PDF。sorry 太大啦，呢個 PDF 係嗰個 PDF 的確係太大嘅。好，我嚟多次啊，呢個好辨識工作紙。係啦，咁咧你見到咧佢好快嘅啫，load 咗份 paper 入嚟啦。咁嗰個 paper 咧都係主要就係 PDF 或者係 QDCX 嘅，即係 Word 檔嘅新啲形式，有 X 字嘅尾嗰個啦。咁如果你唔係好肯定個 format 都唔緊要嘅，記得 PDF 就得噶啦。係啊，萬事轉晒做 PDF 就 OK 噶啦。咁啊揀科目啦，揀年級啦，咁然之後你再睇下有冇啲特殊需要，例如有冇圖片啊，或者有冇拼音題啊各樣啦。咁搞掂之後咧，其實你撳確定咧，佢亦都好快就會話你聽，有生成緊咯喎。咁其實呢個步驟都好方便老師嘅，你係唔需要排隊等佢做生成，唔使睇佢撈嘅。你行開離開咗呢個網址咧，再翻嚟咧，佢就會咧話俾你聽，喺呢一度咧有一個鈴鐺咁樣啊，佢生成好啦，咁佢就會喺呢度有個 notification 俾翻你睇嘅。咁佢同時間咧呢一度就會有嗰張生成好嘅嗰張工作紙噶啦。咁我哋就俾大家咧睇一睇咧一張我哋預先咧之前喺 Word 檔整咗嘅工作紙俾大家望下先。咦？我而家呢個大家睇到啊，呢一個熒幕好似見到佢冇框住咗。好，係啊，如果睇唔到任何嘅熒幕的話，就老師話俾我聽啊。咁咧嗱，而家你見到啦，呢一度咧就會有一張工作紙咧，就喺 Word 嗰度做嘅。咁呢度上面咧有一啲填充題啦，係公詞嘅填充啦。咁啊有啲 MC 啦、是非題啦，跟住會有一啲咧閱讀理解嘅。咁閱讀理解後邊就會可能有啲短答題啊，有啲長啲嘅問答題咁樣樣。咁呢個五種題型咧，就係我哋呢一個 QDCS 系統咧，主要方便大家去轉化嘅呢5隻題型啦。即係話咧，佢擺入去呢個系統，佢要去轉成電子書咧，個辨識率咧係好高嘅。咁咧，我哋又睇翻下頭先，我哋喺呢一個嘅工作紙咧會係點啦？咁咧，如果老師咧入咗去你哋個呢一個QDCS 呢個系統咧，應該會係呢一個樣嘅。呢個係學生 account 係啦，你見到得2個 icon 嘅，咁就係學生啦。咁咧呢度書架咧，你都會見到噶啦。今日有一張工作紙分享嘅，工作紙分享多 PDF 係啦，你開出嚟咧就會係頭先剛才嘅嗰張工作紙啦。好，咁我熄一熄啲 icon 先，因為咧個 mon 有啲細，我左右兩邊俾大家望啦。嘿，咁樣對照住啦，縮細少少呢個啦，可能要。咁咧呢個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填充題啦。咁啊會有公詞填充寫咗喺上邊噶啦。咁呢個公詞填充咧有珍惜慢慢啊呢一堆嘢咧。咁其實咧學生做嘅時候咧，可以直接 click 呢一個珍惜。click 落去係啦，佢就會寫已複製珍惜，咁然後再 click 落去鋼琴隔離呢一個嘅啡色嘅掣啦，你見到咧佢可以直接擺個答案落去嘅，咁就方便咗咧，唔使再以往嘅慢慢填啊，甚至乎你做一啲網頁嘅練習，始終學生都要做輸入法噶嘛，你打速成又好，倉頡又好，語音辨識都好啦，你都係要做打字嘅嗰個動作，咁都有啲慢嘅，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哋就方便咗學生啦。老師可以揀選擇要唔要呢一個貼上，係啦，你可以揀唔俾佢哋貼上，一定要去輸入自己亦得嘅，呢個就俾翻老師去選擇啦。咁同時你都會見到啦，去到第3題咧，呢個哥哥背着乜嘢書包，乜嘢地爬上山坡，呢度有2題喎。係啦，就會係左邊呢一度啦。你見到呢度係有一個2個答案嘅一條題目嚟嘅。咁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咧選擇，首先個總分你可以揀自己調色啦。隨時我想要4分嘅呢一題咁樣樣。咁咧，你可以喺呢度咧揀完總分之後咧，再撳細項計分。咁佢就自動識得同你除㗎啦。2個答案啊嘛，即係每個答案1分啦。咁佢就會識得計，如果學生只係答啱1個，佢都會有1分嘅。咁呢啲咧就係可以俾翻一個靈活性啦，俾老師去調適翻你份匯入咗嘅卷之後，即係有啲乜嘢改動嘅小微調嘅，你都可以喺度揀啦。咁同時咧，你都會見到啦，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嘅工作紙咧，即係個成個界面啊，都係好直觀、好簡單嘅。例如你見到呢啲一個個 block 嘅。可以上下喐啊，可以隨時掉咁，例如我複製一嚿
掉咁一嚿，呢啲咧都係好直觀嘅，等同你好似做 Google Sheet 咁樣樣，或者 Google Form，你用過呢啲嘅軟件都唔係軟件網頁啦，係啦，咁你都可能會覺得好熟悉㗎啦，唔會好難學嘅呢一嚿嘢，成嚿嘢都好直觀嘅，甚至乎你嚟到呢個是非題，你可以見到篤落去，嗱，我可以隨時更改佢嘅題目啦，更改佢嘅答案啦，咁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個呢個系統咧，佢會係連呢個圖片又可以撈到入嚟，然後嗰啲答案咧有拼音嘅，佢又會出得到，亦都可以咧隨時話啊，我呢一條題目我可能多過一個正確答案嘅，咁我可以喺右邊 click 多選，我就可以直接咧揀多過一個正確答案咁樣樣，咁呢啲都係好方便可以做到題目嘅。如果老師話我呢兩條MC 唔夠喎，我想另外再重新再加多一條，係原先我紙本嗰度冇嘅，得唔得啊？都得，我哋咧呢度有個加號，係啦，咁呢度就會有晒我哋嘅各種嘅題型啦，咁你可以隨時喺度咧加一條新嘅例如多一條選擇題咁樣樣，咁佢可以喺下底嗰度又再答再多條係啦選擇題咁啊，多一條 MC 喺度啦，或者你直接將佢原先舊底呢條咧複製一條出嚟。係連張圖都複製埋嘅咁樣都得，咁匯入咗嘅嗰啲圖片，當然你亦都可以做修改啦。無論係放大縮細啊，換另外一張圖片啊，呢啲咧都係可以嘅。甚至乎咧，你見到我哋側邊咧係咪有好多個呢啲萬事夾仔咧？係啦，咁呢啲萬事夾仔嘅意思咧，就係你可以隨時咧喺度新增一啲嘅多媒體嘅，例如你可以擺條 MP3。好似呢個咁樣樣，咁啊當成一條錄音嘅聆聽題啦，又或者係擺條片，咁想佢睇片跟住答問題嘅，咁亦都得嘅。呢啲咧以往就一定紙本冇辦法做到啦，咁你可以喺紙本轉化完之後，你嘗試加入呢啲嘅多媒體題目咧，都係好方便嘅。甚至乎我哋直接咧喺呢個加號入邊咧，有啲叫拍片題。或者係錄音題，咁呢啲咧就唔係講緊話個老師錄音咯，係個學生咧就會根據老師嘅題目咧就去影相啊、拍片啊咁樣，咁呢啲咧都係啲比較新穎啲嘅學生又會比較有興趣啲做嘅題目啦。係啦，咁你哋會見到再碌落去咧，老師可以直接真係試下做落去嘅。你哋攞咗個 account 之後咧，你而家可以直接試下答呢啲問題啦。咁你都可以見到咧，你提交咗之後咧。係啦，因為我右手邊呢個係學生嚟嘅，學生呢邊咧提交咗之後咧，你會見到佢即刻咧有分啦。嗱，呢度答啱咗有1分，亦都會話俾你聽咧呢個答案啱嘅。咁可能第一條呢個錯咗啦，真式唔啱啦，0分。呢啲咧都係我哋叫 close-end question 啦，即係佢有既定嘅答案嘅。咁學生一撳咧就已經即刻批改到，老師係唔需要自己做批改噶啦。咁好啦，之後落到嚟下低啦，我哋睇翻下邊少少先。咁咧呢一度咧就係呢一個嘅閱讀理解啦。我揾常識做例子嘅啫。其實我哋呢一個平台咧，純粹係一個即係一個工具嚟嘅。我哋冇規範話你要可以做邊啲課，即係邊啲嘅科目，邊啲唔做得咁樣樣啦。其實任何一個科目咧，你啲題型 fit 啊各樣咧，你都可以轉化過嚟嘅。咁你見到啦，例如呢一個嘅閱讀理解題，我揀咗做常識課，咁啊有一段嘅普通文字啦，跟住叫學生讀完之後咧，我就想有一條短答題。短答題咧，我哋都有幾隻嘅模式咧，俾大家可以揀嘅喎。例如咧，我哋呢一度有完全一致，就即係話咧呢一條題目咧，你個答案要完全啱晒先正確嘅。咩時候咧會用呢一隻咧？例如其實呢條問題講到明，佢要喺文章中揾出一個詞語去回答。其實咧佢個答案係好緊局嘅。又或者係例如我想做啲簡單嘅數學題咁樣樣啦，1+1等於幾？咁佢要寫條式出嚟，或者係佢要做一個擴充句子題嘅，係啦，一個甜美的芒果咁樣樣，咁佢要將個甜美的擺落去，咁嗰個句子最後會變成點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既定嘅答案嚟嘅，咁你就可以揀完全一致啦。咁你話有啲唔係嘅喎，我想 flexible 少少啦。例如呢一條題目，佢雖然個答案係節省能源啫，如果個學生真係答這是節省能源的方法，咁又得唔得咧？咁你覺得都好啦，都可以俾佢啱啦。咁你就可以揀呢個關鍵字啦。咁就 flexible 少少，就係咧等啲學生咧，無論佢答嗰句句子係乜嘢都好，佢只要答到節省能源呢一個 term，就係我哋寫俾佢嘅呢一個系統嘅答案，咁佢就會識得辨認出呢個學生就係答啱啦。
咁所以咧，你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喺度自己去調節翻啦。咁自由就係最後一隻，即係冇任何嘅規則嘅，係啦，佢點答都 OK 嘅。不過咧，最後老師就需要去做一個批改嘅動作，用 AI 批改就得噶啦，係都要撳一個掣批改，咁學生就會即刻知道咧佢嘅答案啱定唔啱啦，或者攞幾多分咁樣樣嘅。咁到最後咧就係呢個長問答題啦。咁其實佢同頭先短問答好似嘅，佢就只不過係俾長啲嘅答案俾學生答啦，同埋因為佢長啦，所以我哋亦都冇話頭先嗰兩個關鍵字啊，或者係完全一致嗰一個模式噶啦，就一定係一個自由模式嚟嘅，就係學生可以點樣答都得嘅。但係你會奇怪，咁點解呢度都會有答案嘅？即係呢一份左邊而家我哋睇到嘅呢一份咧，係我哋編輯狀態嘅，即係老師 account 睇到嘅卷嚟噶嘛。佢係用嚟做好之後咧，先俾學生做噶嘛。咁既然都係長問答又自由啦，其實就唔使俾答案喺呢一度啦。其實咧又真係可以唔俾嘅喎。你如果咧唔擺呢個答案入去咧，到最後批改嘅時候，第一件事老師可以自己用翻你自己嘅判斷能力咁樣去改卷啦。但係咧，你亦都可以叫 AI 咧幫你去批改。咁冇答案嘅情況之下咧，AI 都改到，但係可能 AI 就會跟翻佢上文下理啦，佢自己 AI 嘅 model 啦，咁去做一個批改嘅。如果你有呢一個嘅叫做我哋叫參考答案或者係標準答案咧，咁 AI 就會跟住你個標準答案去對應翻個學生嘅答案，兩者比對之下，佢大概偏差幾多，佢值幾多分。咁我自己試咗咁多次嘅心得咧，就係有呢一個標準答案咧，係點都會好啲嘅，所以亦都好。即係視乎翻老師嘅轉化嘅用嘅習慣啦，係啦。如果你想佢個 AI 批改得準啲嘅，可能你就都寫一寫呢個答案啦。咁我相信好多你哋舊有嘅紙本嘅練習咧，其實老師都係會有呢一啲標準答案嘅。咁嗱，你做好晒呢一堆之後咧，我哋咧仲有一啲位咧好正嘅，亦都係以往紙本嘅練習咧冇嘅嘢，就係呢一個叫做學習重點啦。當你咧 click 落去任何一條問題，嗱呢啲咧叫做資料區塊咧，佢唔係問題嚟嘅，係啦，click 落去冇嘢睇嘅右邊，你 click 落去任何一條真係要學生答嘅問題咧，出到右邊嘅呢個格咧，你就會見到最底咧有個叫學習重點嘅。咁學習重點呢個咧，你隨時可以撳編輯啦。咁佢就會去咗一個學習重點表咧，咁就會俾你去改噶啦。咁呢個學習重點表咧，其實一開頭咧都要 set 下嘅。咁不如都係俾老師望一望下。你要點樣 set 個學習重點表啦？其實學習重點表咧就係跟翻學校每一間學校都唔同嘅，你可以事先咧分翻科啊，分翻年級啊，咁 set 翻唔同嘅學習重點表啦。咁呢個當然係假噶啦，我做咗嚟扮下嘢嘅啫，我都唔熟嘅，係啦。咁我當啦，我有個小三嘅中文科嘅學習重點表。咁咧，你入到嚟咧，其實你就可以喺側邊呢一度咧就去改嘅，你去改呢啲嘅每一個點啦。咁當然改完之後咧，即係除咗新一個點之後咧，你都仲可以係有加子層啊，或者加同層啊，咁樣加其他嘅呢啲 points 啦。咁然後咧做好之後咧儲存咗咧，咁你就會得出一個表。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喺呢一度咧。喺你編輯呢一啲嘅工作紙嘅時候咧，咁就會開一個學習重點表出嚟咧，咁就配對翻嗰啲題目嘅。咁唔知係咪我呢度 WiFi 有少少差，咁可能佢未 load 到出嚟啦。我哋試多一次先啊。load 到啦，load 到啦，係啦。就係咁樣樣嘅，咁呢度咧就會，你見到左邊就係你嘅題目啦，右邊咧就有個加號啦，咁你可以隨時揀翻我已經做好咗嘅頭先小三中文嘅呢個表，跟住我可能要加一個標點符號啦，係啦，我加多呢一個學習重點喺度啦，咁剔咗佢，撳確定咧，佢呢度咧就會多咗一欄啦，嗱，標點符號呢一欄啦，咁邊一條題目咧係會考核學生標點符號能力嘅咧，咁你就可以剔啦。咁剔咗之後，你撳確定啦。咁其實呢啲題目咧，你就會見到啦。嗱，頭先佢除咗字和詞之外咧，原來考埋標點符號嘅，咁佢會寫咗喺度。咁有咩用咧？最緊要嘅咧，就係佢收翻學生答案之後咧，做嘅數據分析啦。咁呢個咧，等一陣間咧，我哋就會再去睇嘅。咁大致上呢一度老師做咗轉化咗呢一個嘅紙本工作紙啦，跟住可以喺呢度做編輯啦。你亦都可以隨時咧喺度做個預覽嘅。你編輯完嘅嘢喺度慢慢試，睇下有冇 set 錯嘢啊，set 錯答案啊，俾錯分啊嗰啲咁樣樣啦，咁你自己試好啦，都 OK 晒啦。
咁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去做一個分享啦。咁我哋分享亦都係好簡單嘅啫，其實都係揀，例如話啊，我想佢係有一個限期要交嘅，咁就係功課啦；冇限期交嘅，可能就係自由閱讀啦。跟住就可以揀翻組別啦。啊，我想俾呢一班，啊，從時間俾幾班都得嘅。係啦，跟住揀埋科目啊、字大細啊。如果你啲低年級嘅，可能較大啲啲字咁樣樣啦。咁 OK 咗之後咧，佢就會同你去 share 咗喺個書架嗰度噶啦。咁咩叫書架咧？其實就係頭先咧調翻轉頭，我哋嚟睇呢一邊啦。就係咧呢一個學生 account，即係你哋而家手上攞咗嘅呢一個嘅 demo 嘅 account 咧，呢個你哋就係學生 account 嚟嘅。你哋入到嚟咧就會見到呢個書架啦。書架就係你見到啦，就係先頭咧老師已經分享咗嘅呢一啲工作紙，即係佢嘅功課啦。簡單啲嚟講，係啦，咁你就可以咧入到嚟呢度咧就去做啦，就好似咁啦。即係嚟我做好晒啦，提交，咁啊成功提交咗。咁你提交咗咧，嗱你會見到呢一度咧，佢會即刻同你對答案，係咪？即刻同你有埋分啦。但係後尾啦，頭先講嘅呢一條，我假設隨便打啲字先。嗱呢條咧，因為佢係一條長問答啦，咁其實佢就唔會即刻同你對分嘅，佢唔會話到俾你聽，你有3/5咁樣樣，或者你嘅答案啱唔啱？因為呢啲咧係系統冇辦法即時同佢核對，佢唔係一個 close-end question 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要老師去做核對啦。咁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睇翻老師呢一邊咧。老師都有佢嘅書架嘅，咁老師嘅書架咧就可以即時睇得到啦。嗱，我哋呢一份工作紙分享，即係頭先學生做嘅呢一份啦，工作紙分享啦，你會見到啦。有學生交咗啦。呢一個咧派咧就係話俾你聽有幾多個學生嘅大概嗰個啱錯嘅嗰個表現啦。呢個係計成班嘅。呢個咧就係計佢哋嘅完成度嘅，咁例如咧，我就有一個學生已經做好咗啦，交咗喺呢一度啦，咁樣，咁你就可以咧即刻喺呢一度咧去撳呢一個批改。咁入到嚟呢個批改模式咧，你就會見到有貼紙啦，可以俾 like 佢啦，跟住亦都可以有我哋平時嘅呢啲紅筆啊，或者甚至乎我想要俾 comment 啊，我想俾錄音嘅 comment 啊，咁樣呢啲咧都係好方便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個好正嘅咧，就係叫 AI 評分啦。咁就係剛才咧，例如呢啲係啦，佢冇辦法系統即時去核對嘅呢一啲嘅 open-end question 咧，我哋可以有個 AI 評分，一撳。咁佢就話你聽已經開始批改，咁佢可以係單獨淨係改一題又得。佢呢一度個大就係全班嘅所有嘅題目一齊用 AI 改，亦都可以嘅。咁你會見到啦，呢度好快脆咧出到嚟啦。嗱，這是分類垃圾桶，呢個學生咧呢個答案就係咁樣一句，佢就話啦，學生答案正確。咁講得出係分類垃圾桶啦，但係講唔到個用途喎，因為佢嘅問題入邊有講這是什麼東西同埋有咩用啊嘛。咁兩樣嘢入邊淨係講到一個，所以咧佢就5分入邊咧就係攞到3分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 AI 評分，老師可以睇下啦，中意唔中意即係各有其所好啦。咁萬一你真係覺得我覺得都唔值喎，我覺得佢值2分啫喎。咁其實老師可以隨時地呢度揀翻自己想要嘅分，甚至乎我隨時地揀翻自己想要講嘅 comment， 咁樣咁確定咧，咁最後學生睇到咧都會係2分同埋老師嘅 comment 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俾翻個權俾翻老師去做最後嘅決定啦。但係其實老師乜嘢都唔打，我唔另外俾分，唔另外俾評語咧，都係直接就已經係出咗呢一個評語同分咧，就過到俾學生噶啦，學生都會收到嘅。所以而家咧有 AI 批改，學老師咧就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啦。咁呢個就係希望即係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咁主要咧嗱，由到做轉化派書到去評改咧，就係去到呢一度啦。到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去睇一啲嘅成績啦。咁例如假設啦，好似有一份咁嘅卷都收咗好多學生嘅成績啦，我哋咧就可以去望下呢一份卷。即係可能你係講緊收完晒之後即刻睇，或者你可能儲埋去到某一個 topic 你教完啦，你先至嚟睇翻呢幾份相關嘅工作紙咧，咁樣都 OK 嘅。因為呢啲嘅成績表咧，主要係俾老師咧去了解翻嗰一班嘅一啲表現。例如呢一份工作紙成班，哇！
有啲差喎，得35.93喎個平均分咁。咁亦都咧，你睇到啦，嗱，你如果配對咗學習重點咧，佢就可以即刻睇到篇章個平均分得11.1，咁啊低一啲啦。但係可能修辭手法就 OK 嘅，都有63分，或者最難嘅題目係邊啲，佢又即刻睇得到。呢啲都係對於老師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啲數據嚟嘅。另外咧，亦都會有啲圖表式咁樣樣啦。咁最正嘅咧就係我會覺得有學習重點嘅棒形圖啊，就係如果你配對咗學習重點，好清晰地睇到啦。原來咧佢篇章點解頭先話得咁低分？哇！你睇有咁多個學生，22個學生咧，掌握程度係0至25% 嘅啫。咁所以就呢一 part 就真係差啲啦。呢一 part 橙色多啲嘅，咁你就好清晰地見到好啲啦。甚至乎咧，你可以喺雷達圖直情咧睇個別學生。呢一個學生佢嘅平均分咧，即係佢嘅分同平均分嘅相差有幾多啦？平均分係63.75，佢得25嘅，咁啊好明顯佢嘅修辭手法咧就要再訓練一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當老師有即係做咗配對咗學習重點咧，先至會出到嘅呢一啲資料嚟嘅。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老師咧去做呢一個學習嘅重點表啦。咁嗱，我哋其實由剛才講嘅啦5部分啦，咁去到呢一個位咧就已經差唔多講完嘅啦。咁最後咧，我都想俾大家睇一睇我哋新做嘅一個作文嘅題目。開翻先，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全新嘅題型嚟嘅，咁咧就會係有呢一個嘅有中文有英文啦，係啦。就係咧，我哋喺加號呢度咧，其實隨時可以加一條嘅作文題啦，就係好似咁樣樣嘅。咁同樣啦，你上面可以打返你嘅題目，咁亦都唔使有打答案啦。今次就真係冇話標準嘅作文答案啦。咁但係咧，就喺側邊呢度咧，可以俾老師揀評質呢個評分準則嘅。首先第一件事，你呢度可以揀中定係英文先，因為咧我哋係跟翻咧教育局嘅一啲評分準則啦，咁去設定翻唔同嘅下低呢啲準則嘅。咁例如我揀中文咧，都有分實用文同非實用文嘅。如果咧係實用文，你會見到啦，就會係內容表達啦、格式啊、文句暢順啊、詞語運用啊呢一啲咁樣樣嘅評分準則啦。咁亦都會有個比重嘅40、20、20、20嗰啲咁樣啊，應該係10嘅呢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可以俾老師自己改嘅。你學校唔用呢一套，你想自己改，我成個呢個表我唔需要詞語運用嘅，咁你成個改咗佢，呢度改做20咁樣樣，咁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呢個就非實用文啦。啊，唔係呢個係咩嚟嘅？呢個就非實用文啦。咁佢係簡單少少啦。咁呢啲咧就係都會俾翻老師自己去決定翻咁樣樣。咁亦都下低可以揀翻年級啊科目，咁佢亦都會對應翻即係相等嘅一啲程度，再去俾 AI 批改嘅。咁當老師咧定好晒呢個啦，啊，仲有佢可以定呢個字數限制嘅。老師定好晒呢一啲嘅文之後咧，咁亦都可以派俾學生做啦。我哋好快跳咗過嚟學生呢邊，係啦，你呢度學生收到篇中文作文啦，咁佢就可以喺度打啦。咁我哋其實而家咧就仲開發緊呢個 OCR 嘅，咁但係都仍然開發中啦。不過俾大家可以望一望啦，即係如果佢係自己已經係寫咗喺張作文紙咁樣樣，咁咧佢就可以喺度就上載。然之後咧 AI 就會有個 OCR 嘅分析啦。OCR 即係將呢個文字變形嘅系統啦。咁佢變形咗出嚟之後咧，就可以再自己修改啊咁樣樣，跟住就可以咧將呢一啲文字咧取代到答案欄咁樣樣嘅。咁中英文都得嘅。咁而家暫時我哋就即係都揾緊一啲好嘅一啲 OCR 嘅 model 啦，咁就希望佢哋嘅變形率會再高啲啦。咁而家暫時嗰個開發度都幾好嘅，係啦，都希望不日之內就可以公開到俾大家用噶啦。咁但係而家就至少作文題咧都大家都用得嘅，係啦，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咁你見到佢認英文都 OK 嘅。係啦，咁咧當學生提交咗之後咧，我哋又嚟翻嚟呢一度咯，又翻嚟老師嗰度啦。咁咧可以望一望翻咧，例如呢個中文作文係啦，有學生係提交咗啦，咁一個提交咗啦。咁你都可以隨時咧撳 AI 評分啦。咁咧你見到佢好好嘅，佢係咧跟翻晒你所有嘅定咗嘅評分準則，有個細項喺度嘅。咁佢就會咧將呢一個成篇作文撈一撈睇下，就有個俾個總評你啦。
咁可能佢都會有翻即係結構，佢都覺得啊都好符合喎，語意清晰喎。其實佢會俾好多鼓勵嘅説話啦。但係如果唔好嘅，佢都會有點出翻佢唔好嘅地方啦。跟住亦都咧跟翻呢一個細項咧，另外再俾一啲評語嘅。而上邊評分都係啦，總分啦，總分98呢度啦，跟住呢度就全部細項啦。老師亦都係隨時可以改嘅，我唔慣俾咁高嘅，我係俾到85嘅啫咁樣。咁呢度你咪逐項就再去自己再調啦，你想俾幾多咁就可以另外再調。呢一個咧就係成個作文題嘅一個做法啦。咁成個呢個系統咧，我哋除咗有新嘅作文題之外咧，我哋亦都頭先都有提及過啦，有一個 bonus 送俾大家，就係會除咗辨識之外，我哋都有 AI 生成嘅練習，可以咧叫做俾一個自己俾個 prompt 啦，我哋叫做俾個 title 都得㗎啦，俾 title 俾個能力 set 咗，咁 AI 咧就會自動生成一啲練習咁樣樣嘅，咁就類似好似咁樣樣啦，例如呢個 past tense 咁樣樣啦，係啦，呢個真係完全我冇加減過嘢嘅，即係佢真係 AI 自己生出嚟嘅，但係你就可以揀啦，啊我要幾多條 MC，幾多條填充啊，甚至長問答啊嗰啲佢可以自己揀咯。咁呢個亦都希望可以幫到老師，即係產生啲新嘅練習出嚟啦，快脆俾學生喺個堂課做又好，做當功課做亦都 OK 啦。咁大致上今日講嘅呢一個功能啦，係啦，咁就都大致上地介紹咗俾大家。咁睇下有冇老師想問嘢先。因為時間我都知差唔多啦，咁樣睇下老師有冇嘢想問。咁暫時好似見唔到老師有嘢想問嘅話，咁我呢度嘅介紹就到翻呢度啦，咁就交翻俾 Winter 啦。好，唔該晒梁小姐嘅清晰示範，咁相信大家都對我哋嘅系統有咗更深入嘅了解啦。好，咁我分享張文卷先。係，咁喺工作坊正式結束之前，都想請大家花少少時間協助我哋填寫呢一份文卷嘅，咁可以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又或者去聊天室揾翻我哋發出文卷嘅連結嘅。咁你哋嘅意見對我哋非常之重要，有助我哋不斷改進未來活動嘅安排。咁想睇下有冇老師仲有冇問題想問嘅咧？好，咁如果老師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喺 WhatsApp 揾翻我哋嘅。咁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嘉賓同埋老師喺百忙之中抽空參加我哋嘅工作坊。如果各位老師對系統有興趣或者想進一步了解同埋訂閱嘅話咧，歡迎聯絡我哋，我哋非常樂意再做介紹同埋提供支援嘅。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同大家合作，推動教學創新。我哋下次再見，拜拜。